行为很不应该啊，这个也应该要深知的检讨。立委的布局哈。这个都必须审慎的来做评估。高雄市长陈其迈话讲了正直，就是因为民进党立委赵天麟爆发到婚外情的风波。这卖当时指控疑似总统和立委大选上关键的时阵，敢会去影响到选票、选民是安尼讲。很惊讶，看他的形象很好啊。明年还会投？应该不会，有很大的影响，因为还有对手在竞争嘛。选举前都会爆出这些的，对，很正常，我觉得没有什么。这个跟个人表现没有什么影响，实质的影响。赵天麟政治历练完整，在地方嘛徛甲真在。那位支持者的反应快出来，伊嘛已经连任3届的区域立委，这摆投入高雄市第6选区立委战，要拼4连霸。除了会对着现任而且资深的国民党市议员陈美雅，也有喜乐岛联名主席郭培宏，三脚队战局对赵天麟造成一定压力。如今又个红亚出投假消息，莫迪卡是增加对手陈美雅对位的机会。我们看到这个政治人物，他完全是用说谎的方式在欺骗选民、欺骗他的家人，然后呢，出了事情又是甩锅给他的家人，这么不负责任的立委，我觉得全民都要来检视他。那郭培宏对记者一个进前无做出任何回应，是讲说那个强健那立委的选情有变数，红看就是后一届市长竞争者之一的赵天麟，民进党提名布局敢会受到影响？这个很久以后的事情，现在我没有办法评论，我也没有办法判断。闪开敏感的问题，在选情关键的时阵，赵天麟红亚出更交代，敢会去影响到选情，选民的心内自有答案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